如果你已經決定咗讀 IAL 嘅話，以下係 private candidate 申請大學需要嘅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 predicted grades， 同 DSE 嘅考生唔一樣嘅就係 International A Level 係會用 non-JUPAS 嘅渠道去報大學，即係話你放榜之前就已經係要報大學。咁呢一個 predicted grade 就係需要你讀緊 IAL 嘅 exam center 去幫你去發出嘅。呢一個 predicted grade 嘅作用就係俾大學睇下你最終嘅成績係會大概係啲咩 range。當然要記得一 set 嘅 predicted grades 都係要由同一個 exam center 去發出，咁先會有效嘅。第二樣嘢就係 achieve grades， 有啲學生其實報大學之前已經考過一啲 IAL 嘅 paper， 甚至係已經完成咗一個科目，而且成績又係非常之理想嘅時候，佢係絕對係可以一次過俾埋大學睇嘅。但係呢一個係 optional 嘅。如果其實學生未準備好，而且佢哋亦都係未想去考試嘅話，佢哋亦都唔應該提早去考，應該根據學生嘅能力而去量力而為。第三樣嘢係 reference letter。如果你喺以前嘅學校已經完成過 high school curriculum， 你應該係要揾翻你以前嘅學校，問下佢哋會唔會幫你去 resubmit 呢一個 reference letter。但係如果你係冇以前嘅學校嘅話，其實呢一個 reference letter 應該係要由你嘅 IAL 學校去幫你寫同發出。以上 predicted grades 同埋 reference letter 喺申請大學嚟講，其實都係一啲最基本嘅資料。有一啲大學其實都會 ask for 更加多嘅 requirement， 例如 SAT、personal statement、IELTS 或者其他等等嘅要求。記得一定要查清楚你心儀大學嘅入學要求。我係 Yumi， 我係 Arch 嘅 Senior Consultant。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都歡迎可以 DM 我哋查詢。